旱爆災款又被貪，千人圍鄉政府嘔官。知情者話，超過1000個上咗年紀嘅農民包圍鄉政府辦公大樓，大樓嘅門窗都被打爛，鄉長、鎮長等幾個官員被打，特警嚟到先至控制到場面咋。呢一度係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嘅家鄉，上個月開始連日高溫冇雨，遇上百年一遇嘅旱情。當地盛產山核桃，但係全鄉3萬畝嘅核桃樹有一半枯死。農民不滿政府攞抗災做 show， 拎水桶喺電視鏡頭前擺 pose， 將災情欺上瞞下。但係上面撥落嚟嘅抗災款項同物資就不知所蹤。當局為咗慳錢又唔人工降雨，結果激起民憤。喺抗熱嘅第2日，政府即刻做人工降雨，